你看还是腰鱼好。看到没得，老夏？把我都搞得这么大。老头子看到没得？看到没，老头？两色都出来了，捡两个捡不完，抽手，娃娃机都才多样一般的地方。真姐没洗手。我直接把它弄了。一盘那这样一盘噻。我就说老不顺了，我他妈的老鼠看到。天哪！你看到没得？抽手。这个好挖心，这个是好。我们大家都合起来，合起来，合起来了。你看你要挖的这么大点就挖了。挖到什么炉头嘛？我一挖洋芋多大？你一挖不见洋芋。这个合起来还不是一个？哎，他妈不是一个。哎，我一挖满地都是洋芋，他一挖满洋芋，有时候挖烂了噻。这个有几个？哦，又来打的。不晓得这个洋芋。这洋芋可以。这种洋芋真的牛。你看我们挖的洋芋老夏，嘿，你挖了，这挖的是个狗屁，你看没？你看我这挖鸡都还让人家洋芋都满的。嘿，乖得很喽，看没得？嘿。